收到客戶個信啦，咁個內容係好多謝蘇黎世團隊一路俾我嘅支持。我同屋企人當時面對好大嘅難關，你哋真係幫咗我好多。咁我個案呢，就係個爸爸啦，咁就因為即係一啲醫療嘅情況啦，就入咗院。咁佢個困難呢，就係咁當時佢購買張保單嘅時候，可能唔清楚個保單條款啦，咁導致個保障呢，其實就唔符合佢預期。咁而佢係家中嘅家庭支柱啦，又有3位小朋友，咁亦都年紀比較細嘅。咁佢當中會有好大嘅財政上方面嘅困難。咁最終咧，其實佢賠償嘅金額咧都會比佢原先嘅就有超過一半嘅賠償啦。咁佢亦都好開心。佢嗰3句其實俾咗一個好大嘅動力。以後我處理客戶嘅時候，都係保持住呢個嘅心態，就係行多步，去滿足到佢哋，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喺財政上或者係情感上得到一個支持嘅。